大家好，又係我 Testing 媽媽。平日 BB 用嘅奶樽你會點洗？洗潔精？但咩？因為殘留咗嘅話 BB 好易食落肚。今日就同大家測試下4款唔同嘅洗奶樽產品啦。今日測試嘅有蔬菜清潔粉、消毒丸、泡泡清潔液同清潔液。理想嘅當然係去到奶味之餘，又唔會好大陣清潔劑味啦。而家就測試下4款產品除味嘅能力。首先我會喺4個奶樽度分別倒入120ml嘅奶，啷下佢，然後擺1個鐘再洗，跟住將佢哋過一過水就可以開始洗啦。第一款係蔬菜清潔粉，每2公升落1.1g 嘅粉，加水攪拌之後就將奶樽放入去洗。到消毒丸，佢寫住每2公升放1粒入去，今次落半粒就夠啦。不過注意唔好用手直接掂啲水啊。到泡泡清潔液，落適量入水度攪拌就可以放奶樽入去洗。到清潔液，一樣都係加適量入水，然後攪拌就可以洗啦。4款咁樣擦洗完之後都係要過水，沖走表面嘅殘餘物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已經過好水啦。用蔬菜清潔粉洗嘅奶樽聞落仲有少少奶味，不過就冇清潔劑味。用消毒丸洗嘅奶樽就有好濃嘅泳池消毒水味。用泡泡清潔劑洗嘅就有淡淡嘅鹼液味。用清潔液洗嘅就仲有好濃嘅清潔液味。4款入面洗得走奶味又冇乜清潔劑味嘅就係呢款泡泡清潔液啦。而家測試下4款產品嘅清潔度。首先準備好4粒差唔多大細嘅士多啤梨，將佢分別浸入4杯落咗清潔用品嘅水入邊，擺半個鐘睇下邊個洗得最多污糟嘢出嚟。洗得最多污糟嘢出嚟嘅係消毒丸，而最少嘅係蔬菜清潔粉。不過提翻大家，消毒丸同泡泡清潔液係唔可以用嚟洗蔬果食用㗎，而其他2款就可以。詳細測試報告請到以下網址睇啦，拜拜。